来看屏东东港的东流线，今仔日透早就有真侪游客是赶紧返来台湾。业者嘛宣布讲，伫今仔下晡2点半开始，就要全面停驶咯。另外一寡种冷雾的农民是烦恼讲风台要来咯，所以赶紧甲冷雾套地啊来保护。 船仔入港，民众落船，大家趁风台要来进前，赶紧转来。东流线的大厅嘛，拢无虾米旅客空，风台愈来愈要紧。屏东东港东流线业者决定，车闸船只有载到下晡11和12两天全部停驶。嘛有小琉球的居民要赶转去做风台准备。要趁台风还没来之前，先提早回去做防台。因为这个台风的走向可能。 就是小琉球那边要有一点防范措施的。民宿老板就有提前通知我们说，今天船班最晚的到2点半而已啊。昨天我们去琉球的旅客啊，还是不在少数啊。那所以还有再加上前天还有琉球乡亲滞留在那边的，下午2点半之前，我们会不断的派加班船。 农民甲也未熟的冷雾赶紧用落啊包起来。屏东南州是乌珍珠冷雾的产区，种植的农民表示，目前冷雾过子大细差不多2到3公分，要包无好包，若无包细粒冷雾，袂堪这风吹，风若扫落去就落甲贵个。规年的心血就乌有去啊，希望这摆风雨会使较细咧。啊，无套起来，伊会去咧鸟去啊，伊啊，迄个甲树干啊，那个摩擦就黑掉了，就。 果粒就不漂亮了啊！今年到11月，阁有风台要来，再去恒春小琉球的海边已经开始有灯影出现。气象署表示，风台下晡就会发布海上警报，屏东南边就会开始有风雨。县府嘛提醒民众，爱提早做好风台准备。记者柯明哲，屏东报道。